大家好，因为即马拄好我来到咱的天文台做观测，所以顺续甲大家介绍讲，咱遮天文台是生做啥物款。啊，你即马看到就是咱天文台的门口的所在，所以你看到遮差不多海拔是2862公尺悬的所在。啊，内底遐就是阮天文台主要的所在，但是外口则阁有2个天文台，2个望远镜，这嘛是阮的。咱来去内底看觅。你即摆头前看到遮拢是咱中央大学天文台的望远镜，啊，这一个建筑内底拢是一个望远镜。啊，这拄啊好伫这拄好是嘉义甲南投的交界的所在，所以伫倒手边这边是嘉义。咱来看一下门牌，这是咱中央大学天文台，所以这是嘉义这边，吼，啊过来另外这边就是南投啊，这边的望远镜是40公分，直径40公分的，啊另外这边。这较大，后面迄个较大，迄个是1公尺，吼啊头前则阁2个望远镜，这较细台的，啊这内底拢是一个望远镜，啊这毋是我这边来遮用的，因为我主要这边来遮是要用面顶这个，这是1公尺宽的望远镜，啊阮大的就是伫这边，吼这边是南投。咱来看一下门牌，有看，这是南投，吼啊，为遮入去，就是阮住的所在，甲食饭的所在。因为遮就是嘛足侪外国人会来，所以遮都嘛有英语的甲中文的。啊，入来内底就是爱先换签拖。吼，遮有一区 ，OK， 啊，内底生做安尼，这是阮休困的所在。吼，啊，下面等下再介绍，咱先看面顶。这一间房间拢是无共的作用，譬如讲，这是阮住的所在，这间房间是阮即马住的所在，啊，内底因为这间是4个人住的。面顶有人，啊，这间是面顶就是阮的望远镜，啊，我等下再过来，互大家看。啊，后面这区是工作区，啊，后壁这间叫做望远镜的控制室，啊，内底遮都是一寡电脑。就是每一台电脑是控制无共代志啊，无共工课啊。因为即马无咧做观测，所以即马无人。吼啊，阴暗，因为阴暗才会开始观测，所以阴暗才就人会足多。啊，即马外口拢是云，来看觅。看较暗的，可能天气毋知会较好无。啊，为遮起哩就是咱的望远镜，1公尺。所以，主要咱咧用望远镜的时阵，其实咱是伫下底咧控制。
用电脑去控制控制即台一公尺宽的，就是讲即个镜本身的直径是1公尺宽，1公尺长啦，嘿。因为即摆无咧用，所以伊即摆望远镜是向天。阮叫面顶即摆看到即个阮叫做圆柱顶，伫华语内底叫圆顶。若是阴暗要观测的时阵，即个圆柱顶就会拍开，即个所在就会拍开，望远镜就会为遮对出去看，阮要看啥物款的目标。这下面就是一寡仪器，这是阮今仔要用的。因为这内底有，就是这个所在是换迄落滤镜，就是 filter 就是，譬如讲，咱即摆要观测，啥物款的目标的时阵，可能咱要看伊某一种发射线，迄阵咱可能就爱用无共款的 filter 来看阮要看的物件安尼。所以你即摆，因为咱看袂到镜面啊，因为镜面即摆是伫下底嘛，咱敢若即摆看会到面顶的部分。因为即摆无咧用，所以望远镜无咧震动。一般来讲，就是若是咧做观测的时阵，基本上遮袂使有任何的光线，因为安尼会影响到咱摕到的资料。位遮落去是楼骹，楼骹主要是食饭，搁有洗身躯，嘛有人是住伫下底。搁刷来即边就是阮的便所甲洗身躯的所在。搁来即边就是阮的灶骹，因为阮有住伫遮的工作人员。因是原住民，因会传阮食的物件，后壁就是食饭的所在，嘛有咖啡，洗衫的所在，到入口。披衫的所在，安尼为遮爬起哩，就是拄则咱入来天文台的所在。OK， 安尼介绍到遮，这就是天文台，咱的天文台。感谢大家。